現在宣布本年度奧斯卡金像獎影后得主秋根蔡小姐。歡迎大家收睇大型電視連續劇《外來撈屎本地撞》。貨車撞撈屎劇情大反水，官方介入調查之後，貨車司機一家人頂唔順啲輿論壓力，個大仔出嚟踢爆撈屎劇組，為求吸粉立假人設，引誘貨車司機簽免責條款，利用貨車司機嘅老實單純同埋對車況嘅唔了解，虛報車輛嘅實際價值，呃鳩個司機維修費會超過100萬，教唆貨車司機配合佢哋劇情演出，就唔會追究貨車司機嘅賠償責任。貨車司機以為遇上咗大恩人，擦下二下咁樣就上咗條賊船，俾秋根菜同埋武大郎玩到妥妥令。貨車司機如果一開始就知道呢台撈屎係台10鳩幾年嘅老爺車，亦都唔會配合佢哋演出，直接做出險處理，等保險公司嚟賠償。因為當其時咧，撈屎車主並冇如實告知呢台老爺車係舊改新，故意隱瞞車輛嘅實際價值，順勢編造劇情。秋根菜同武大郎兩公婆一唱一和，帶住成個劇組，將自己打造成一個人美心善嘅富婆人設，去體恤農民工嘅生活艱辛，從而收割一大波嘅流量。依家秋根菜人設崩塌，貨車司機想重新走出險流程，事情鬧到咁大，保險公司會唔會受理？劇情演出會唔會超出保險公司嘅理賠範圍？全國人都知道你哋撈屎劇組嘅人喺度玩嘢，搞咁大台馬騮戲，你依家又話要保險公司出嚟埋單，你當保險公司啲人係傻噶？因為當時撈屎車主選擇咗私了拒賠，並喺現場簽咗免責協議，仲發晒視頻公開，唔需要貨車司機賠償，所以保險公司完全有理由直接拒賠。秋根菜台撈屎就只能夠自己食自己。正所謂德不配位，就必有災殃。短短1個禮拜時間，從人美心善嘅白富美跌下神壇，變為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一步一步咁樣將呢塊遮醜布層層揭開，傾國傾城嘅嘴臉背後，埋藏住嘅係骯髒卑劣同埋人性嘅險惡。作為一個網紅，想賺流量嘅錢係無可厚非，但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條馬路唔係你哋做 show 嘅地方，響條街度故意擺拍，阻塞交通，佔用公共資源，就必須要嚴肅處理，以儆效尤。所謂冤有頭就債有主，希望大家能夠理性咁樣睇戲，停止網絡暴力。至於撈屎劇組最後會點樣收場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以上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純屬巧合。我打了搞咁耐，你們還沒明星？